依家同大家睇個御龍山935尺嘅單位。我哋依家睇一個御龍山嘅3房圖，望住下邊港鐵火炭站，呢度有少少城門河，望返沙田市中心嗰邊嘅一個大環廳。走廊入去，呢間房，呢間第2間房，主人房，呢度有個衣帽間，好大個窗台。呢度就望返對面星海堤岸啦，呢邊就火炭。下次再去睇埋個廚房，門口有塊鏡可以照。廚房 L 型嘅工作平台加工人套房。